安樂影片榮譽發行，出品及全球發行。天下一救護車準備出勤，救護員馬 Sir 同上司爭論。A520 calling control，咁去車唔係表演嚟，冇人睇到啊嘛。論去車啊，黃 Sir outstanding 過你啦。新人黃 Sir， 見面禮，前輩。所有嘢之前都諗下上邊點睇你。馬 Sir 黃 Sir 入船廠，現場工業意外，有人從高處墮下，咁唔啱規矩喎。跟規矩，佢嘔死啦！你嚟。搶救中，黃 Sir 遲疑，同僚濟公。不過揸心講，冇宿舍啊，大佬。黃 Sir 向馬 Sir 訴苦，搞完一大路，完全冇人睇到。我睇到啊。向女友傾訴，有飯食，有嘢做，究竟去緊邊？濟公。車好奇怪嘅，有時你都唔知自己係向前行緊，定抑或俾架車困住。個人喺救護車沉屍，救護員、消防員緊急出動。興門上路發生嚴重交通意外，請各位取消下班。我放過大假，你爆2次喎，你發生咩事？救援現場，馬 Sir 面對移民嘅抉擇。做咗幾廿年人。呢度真係唔適合 Bonnie 成長㗎。咁話如果我哋一齊移民去加拿大，好唔好啊？跟住啦。你咁中意呢份工，去咩唐人街洗大餅啊？黃 Sir 對事業嘅困惑。知唔知我幾想可以揾到一個人，係我尊敬、我服。父女對移民嘅心結。姐姐係咩啊？我最驚嗰日終於都到啦。其實我唔想走㗎。馬 Sir 嘅覺悟。我啊，一生最英，唔係才幹。A520 救護車駛過鬧市，不同時間、地點，馬 Sir 黃 Sir 飛快將傷者送入急症室。馬 Sir 堅挺嘅身影望住拉上布簾嘅急症間。片名《送院途中》，領銜主演古天樂、游學修、袁麗琳、潘燦良、蘇月賢，編劇、導演卓韻芝。5月1日，尋回心跳。隨時隨地口述影像，香港盲人輔導會全力推動。口述影像版本由香港電影發展基金資助，文創產業發展處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全力支持。鳴謝天下一電影發行有限公司。